唔想成為苦主就要記得好好咁聽我講呢1分鐘啦。我自己做開婚宴場地同 wedding MC 嘅，我平均遇到每10對新人就有3至4對同我講佢哋做咗苦主，所以大家真係唔好覺得呢件事同大家距離好遠，其實可以係好近同埋好容易中招，所以大家必須要非常之小心。第一個送俾大家嘅 tips， 如果你嘅 vendors 同你講我必須要現金落 full payment 嘅，又或者你越快俾現金我俾你嘅 discount 會越高，呢個時候係時候 ring the bell 啦。點解需要咁大現金流嘅？可以嘅話都係用翻信用卡去付款，最好都唔好綁定第三方平台啦，因為始終隔咗一陣之後要追討個難度都會相應提高。第二，相信你已經揾咗嘅可靠嘅 vendors， 你揾咗我做你 wedding MC， 我要推其他 vendors 俾你，佢攞咗我都樣衰，因為你都係我個客，我要好好咁保護你，因為我都需要依靠你再去介紹其他客人俾我噶嘛，而且呢一個會好影響我喺行內嘅 reputation， 所以你揾得我推介得俾你嘅都係我信得過、合作過，而且 level 同我差唔多 standard 嘅 vendors， 我哋先至會做推介。所以大家即管可以相信你揾咗嘅 vendors。我知道呢排都好多唔開心嘅事發生咗，大家努力頂住，相信喺你哋沿途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小天使會出現，去到幫助你哋，去到完成你哋大日子。大家咁多位加油啊！